上一條片我哋講咗人類點樣計劃移居火星、SpaceX 火箭、NASA 藍圖，仲有一大堆挑戰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我哋即將要搬去嘅呢個地方，我哋其實了解幾多？就好似你訂咗張單程機票，但係連目的地嘅天氣都冇 check 過咁。所以今次喺我哋正式執行李之前，不如深入啲了解下火星係一個乜嘢世界。火星嘅日落其實同地球好唔同。火星個天嘅顏色基本上同地球係相反，日頭係黃褐色，但係一到日落反而變成藍色。但更奇怪嘅係喺幾十億年前，火星日頭個天其實同我哋地球係一模一樣。喺呢條片入面，我哋會一齊睇下點解以前火星個天會咁似地球，點解而家個日落會變得咁奇怪，同埋呢一切同火星以前有冇生命到底有咩關係？而家個火星其實係一個布滿灰塵、大氣層好薄嘅星球。入面大約95%都係二氧化碳，但其實火星同地球以前係有好多相似嘅地方。我哋透過軌道衛星同探測器收集咗大量證據，慢慢拼湊出一個畫面。幾十億年前嘅火星比而家更暖、更濕，而且天空係藍色。想明白點解，就要由最初開始講。火星大約喺46億年前形成。同地球一樣，都係由宇宙塵埃喺重力之下慢慢聚埋一齊，重嘅金屬沉落去核心，而動能同放射性元素衰變產生嘅熱力，令核心變成熔融嘅鐵。呢啲流動嘅金屬會產生電流，好似電線入面嘅電流一樣，令火星曾經擁有磁場。磁場其實係靠核心入面持續流動嘅液態金屬先可以維持。一旦核心慢慢冷卻變實，就再產生唔到磁場。我哋點知火星以前有磁場？因為喺佢表面揾到磁性岩石，呢啲岩石一定要喺有磁場嘅情況下加熱再冷卻先會形成。呢啲磁性岩石其實就係火星嘅化石證明，佢哋存在就證明咗火星以前唔係而家咁荒涼，而係一個有保護罩幫火星擋住太陽風，即係太陽噴出嚟嘅高能粒子流，防止大氣層被慢慢侵蝕同剝走。太陽風唔單止係吹，其實係會將氣體粒子逐粒逐粒打走，甚至令佢哋逃離火星引力。如果呢啲岩石可以拎翻嚟做雪櫃貼，肯定係全世界最珍貴嘅限量版。以前火星嘅大氣層保留咗氮氣、氫氣、二氧化碳同水蒸氣，呢啲氣體會產生溫室效應，鎖住熱力，令表面可以存在液態水。當我哋仔細睇火星表面，可以見到分支嘅河道、乾涸嘅湖床，仲有一啲礦物，例如黏土同硫酸鹽，只會喺有水嘅環境先會形成。特別係去到2026年 Perseverance 毅力號喺耶澤羅隕石坑內緣嘅 Margin Unit 發現咗清楚嘅古海岸線同波浪沉積結構。呢個發現係基於2023至2024年間嘅探索數據，證實呢度曾經有長時間穩定存在嘅水體。火星嘅地質亦提供咗好多線索。Curiosity 好奇號喺 Gale 隕石坑揾到一種叫 Tridymite 嘅罕見高溫二氧化矽礦物。呢種礦物通常同高溫高矽火山活動有關嘅。而 Spirit 精神號亦喺 Gusev 隕石坑發現高矽沉積物。呢啲沉積物被認為可能喺熱液或者溫泉環境形成，同地球上一啲熱泉沉積非常相似。呢啲發現都顯示火星以前應該有大型火山活動，釋放出大量溫室氣體。嗰陣時火星嘅天係藍色，原因係瑞利散射。簡單講，氣體分子會將藍光散開，所以天空係藍色，太陽睇落係黃色。當日落嘅時候，陽光要穿過更厚嘅大氣層，藍光差唔多散走晒，剩翻紅光，所以日落係紅色。但好景不常，大約喺39至37億年前之間，火星嘅磁場消失咗。呢個過程唔係一夜之間發生，而係橫跨幾億到幾十億年，一個星球慢慢死去嘅過程。點解會咁？關鍵係體積，火星直徑只係地球一半，質量更加只係大約11%，就好似一杯細嘅咖啡一定凍得快過一杯大嘅咖啡。火星個核心冷卻得好快，最後固化，磁場亦隨之消失。冇咗呢個保護罩，太陽風慢慢將大氣層吹走，火星就變成一個乾燥又寒冷嘅世界。
地球到今日仲有強大磁場，某程度上就係我哋冇變成第二個火星嘅原因之一。而家火星嘅大氣層非常之薄，密度只係地球嘅大約1%，而且充滿咗含有氧化鐵嘅塵埃，即係漂浮喺空中嘅鐵銹粉。火星甚至會出現覆蓋成個星球嘅沙塵暴，可以持續幾個月，將整個世界吞沒喺橙紅色風暴入面。正正係呢啲塵埃造成咗米氏散射。白天，塵埃入面嘅氧化鐵會吸收藍光，令剩餘嘅紅光同橙光主導天空，所以日頭個天呈現出黃褐色或橙紅色。但到咗日落，陽光以低角度穿過更長距離嘅塵埃層，塵埃粒子嘅大小令佢哋將藍光集中向前方散射，即係直接向你嘅方向。所以你喺日落時望向太陽方向，就會見到一個藍色嘅光暈。呢種現象其實喺地球火山爆發之後都試過出現。1883年克拉克托 Krakatoa 火山爆發，大量火山灰令全球出現鮮紅日落同大藍色嘅月亮，情況持續近2年。喺火星兩極，仲有由水冰同二氧化碳冰組成嘅冰帽，會隨住季節不斷膨脹同收縮。最後一個問題，以前火星有冇生命？如果火星曾經有生命，佢哋去咗邊？Viking 探測器曾經做過實驗，發現火星土壤喺加入養分之後會釋放氣體，呢個現象有機會同生物活動有關。另外，我哋亦喺隕石入面揾到一啲好似由細菌形成嘅礦物結構。而去到2025年 ，Perseverance 喺 Bright Angel 地區一塊叫 Chayava Falls 嘅岩石上，發現咗有機碳、硫、磷同埋所謂嘅泡紋斑點啦。樣本被命名為 Sapphire Canyon， 係毅力號鈉金採集嘅最具生命潛力樣本。最新分析顯示，呢啲斑點嘅礦物分布同地球上微生物造成嘅氧化痕跡非常之相似。當然，純粹化學反應都可以做到類似效果，所以呢啲發現未必代表一定有生命，但至少顯示火星曾經具備適合生命出現嘅條件。而家嘅證據亦越嚟越有意思。雖然我哋仲有大約99%嘅火星表面未探索，但隨住科技進步，真相遲早會浮現。而今日人類正計劃登陸火星，甚至移居過去。你可能諗去到一個咁陌生嘅地方，連一日有幾長都要重新適應，但其實有一樣嘢出奇地熟悉，火星一日只係比地球長37分鐘。對於未來嘅移居者嚟講，時鐘幾乎唔需要改，但窗外嘅日落就係藍色。問題係我哋會唔會踏上一個已經死過一次嘅世界？如果火星真係曾經有過生命，而佢已經消失，咁呢個宇宙入面生命係罕見定係必然？我哋望住火星，其實係喺望緊過去，定係望緊未來？記得保持好奇心。多謝收睇。如果大家中意呢一集，就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拜拜。